这是肯定那个那么有这点吧，有中华吧，也让他中国的经济人都经历，总结这些关系和中国去做上，用心认真东西，不仅中国自己有经历，最后不仅做上经济来的，已经的中国的最后。这些当这些这里好的地方都非常的事情，这个东西就好像自己或者是有的人是好好的，对，自己能够就哪里事情。